我北海上君青木，新月后池神君，愿娶为妻，白首不离。你决定了？是。忠先为正，绝无更改。也好，那我也不回北海了。3日后，我陪你去神隐山。青木，你不能同我一起去神隐山。你在人间皇陵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下半辈子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吗？你对我的承诺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100年之后，我定与你在一起。你可不可以再等我100年？凡人一世也不过100年，你觉得100年时间很短吗？还是在你心里我没有那么重要？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青木，你是我最想珍惜的人，我怎么能弃你于不顾呢？这100年，我一定会天天想着你，念着你，好不好？你不想着我，念着我，你还会想着谁？我只是，你不在的这100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对着我，对着父神，对着天地，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？这有何难？我后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北海上君青木，那日你在青龙台说要以身为聘，求取青池宫神君后池的誓言。等过了这道天雷，我们还回青池宫，看青池宫春景，百花满山。古君上神，下君青木愿以身为聘，迎娶后池上神。古君上神，青木待后池之先，日月可见，诚心求娶。也许我与后池最终都将由真神来代替，但我与后池的情是真挚的，是比我青木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。若我现在放弃，将来定会后悔。还望神君成全。我们大婚将及，本君自然可以做主。青木，你们要成婚了，古君可允了？当然，古君已经答应我和后池的婚事。是否还作数？作数，当然作数。我北海上君青木，新月后池神君，愿娶为妻，白首不离。哎，快把我放下来，你身上还有伤。